台中市西区中校国小的校歌最近向法院讲，这歌词内底有一句讲新中国的创作引起议论，有校友就讲应该爱改，校长是表示歌词会安尼写，一定有伊的历史背景，会搁详细来讨论。这是台中市西区中校国小的校歌，配校园景色，加做校友的共同回忆。啊，不过这个歌词最近却引起家长的议论。歌词出现一句新中国的创作，引起家长部分质疑无适合，各烦恼囡仔分不清台湾甲中国，各提进前家己高中也将校歌歌词修改做例，也要求学校爱改歌词。中校国小有的时候呢，创立中校国小的时候，中华民国都还没有啊，所以我想说，这个新中国这可能是那时候时空下的一个产物了。校长解释，学校为一治时期都已经设立。历史是真悠久，除了时空背景，也代表学校一部分。是不是爱改歌词，也邀请相关人员来讨论。另外，民众也无同款的看法。感觉没什么关系，每一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风格，或者是对啊，就不需要去特别规定说他们需要改变什么。我觉得它终究最主要的目的，终究原本是正向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真的会把这个词觉得带有什么意义或需要被修改的，我觉得反而可能是有些人的理解可能比较扭曲的，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台中市教育局也表示，这歌词创作有伊的历史背景，对即马校歌表示尊重，是不是有无适合，会由校方来主导。加问各方的意见了后，各建议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